冷氣通分體式冷氣機安裝專人即日上門服務。冷氣通提供全港分體式冷氣機安裝專業服務，包括安裝分體冷氣機、安裝分體式冷氣機，支援住宅、商、辦公室等多種場景，專人即日上門，服務快速，報價清晰。什麼是分體式冷氣機？分體式冷氣機由室內機與室外機組成，具備靜音、節能、安裝彈性等特點，是香港家居及辦公場所最常用的冷氣類型。冷氣通的分體冷氣安裝服務優勢：即日上門，節省等待時間；透明報價，無隱藏收費；專業技師親自施工，保障質素；提供清洗、保養、檢查等相關冷氣服務，全港支援，靈活配合裝修或搬遷時程。流程圖：安裝分體式冷氣機步驟，聯絡冷氣通，技師上門評估，提供安裝建議，施工安裝、測試與員工交付。實用技巧：分體冷氣機保養建議：每量清洗爐網，保持空氣清新與機體效能；定期檢查遙控器、排水管及出風情況，建議每半年進行一次專業清洗與保養。常見問題 FAQ： 安裝分體冷氣機需要預約幾耐？冷氣通提供即日24小時內上門評估，彈性預約。可以配合裝修一齊安裝嗎？可以，我們可與裝修團隊配合冷氣管線埋牆與電源設置。冷氣機安裝後會唔會滴水？正確安裝配合排水設計可避免滴水，亦提供後續檢查服務。舊機拆卸可以包？可以，冷氣通可安排舊機拆除與棄置，另行報價。服務地區：我們在以下地區提供分體式冷氣安裝服務：調景嶺、油塘、藍田、觀塘、牛頭角、九龍灣、彩虹、鑽石山、黃大仙、樂富、九龍塘、石硤尾、太子、旺角、油麻地、何文田、黃埔、荃灣、大窩口、葵興、葵芳、荔景、美孚、荔枝角、長沙灣、深水埗、佐敦、尖沙咀、金鐘、中環、灣仔、銅鑼灣、天后、北角、鰂魚涌、太古、西灣河、筲箕灣、杏花、柴灣、黃竹坑、海怡半島、康城、寶林、坑口、將軍澳、迪士尼、東涌、青衣、沙田、火炭、馬場、大埔、粉嶺、上水、屯門、元朗等全港地區。聯絡冷氣通 WhatsApp 65817673，電話37428756，公司網站 https://3w.pwd90.hk。